大家好，我是修木头的松叔。今天又收到粉丝邮寄过来的他的传家宝，听说是他爷爷给他留下来的。然后呢，它上面具体是什么问题呢？金属件都是铝制的，我们要换成铜制的。然后呢，接口呢都开了，摇晃松动。两个铁的杆都要换成铜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干啊。兩腳掂不定叫橫跟他歸家，新潮的冷風不爭吹起他，他話又用成派要對我説話。這晚在跟蹤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，兩腳掂不定叫橫跟他歸家，新潮的冷風不。我们为什么要更换这个铝的这个铜件呢？就是因为它好多都坏了，松动了。还有就是它原来都钉着这种钉子，取这个钉子就比较麻烦。里面的钉子，这边的钉子都伸到这头来了，这需要拆开以后再取。這晚在跟蹤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，兩個腳掂不定叫人跟他歸家，新潮的冷風不爭吹起他，他話又用成派要對我説話。這晚在跟蹤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，兩個腳掂不定叫橫跟他歸家，今朝的冷風不爭吹起他，他話中小都有開裂的，中小都有開裂的，你要修復。這晚在跟蹤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，兩個腳掂不定叫橫跟他歸家。新潮的冷風不爭吹起他，他話又用人神派要對我説話。這晚在跟蹤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，兩個腳掂不定叫橫跟他歸家。新潮的冷風不爭吹起他，他話又用人神派要對我説話。這晚在跟蹤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，兩個腳掂不定叫橫跟他歸家，新潮的冷風不爭吹起他，他話又用人神派要對我説話。這晚在跟蹤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，兩個腳掂不定叫橫跟他歸家。就是它的4平八稳，主要是没有把它调成4平八稳。這晚在跟蹤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，兩個腳掂不定叫橫跟他歸家，新潮的冷風不爭吹起他，他話又用人神派要對我説話。這晚在跟蹤我如這晚在跟蹤我如心中被他，兩個腳掂不定叫橫跟他歸家，新潮的冷風不爭吹起他，他話又用人神派要對我説話。